話說智能戒指雖然唔係啲咩新鮮事物啦，但係 Samsung 推出咗 Galaxy Ring 之後咧，的確就令更加多人留意咗咧戒指形態嘅可穿戴嘅設備啊。咁到底呢啲價錢拍得住智能手錶嘅戒指用落係點呢？運動睡眠偵測準唔準？買智能戒指係咪嘥錢呢？今次就揾齊3個價位嘅智能戒指咧，去揾下呢啲問題嘅答案啦。咁今次咧，我就試咗3款唔同價位嘅戒指啦，都要首先講下佢哋分別嘅功能同規格有啲咩唔同㗎。Samsung Galaxy Ring 成為3298蚊，擁有加速度感應器、光學生物信號感應器、皮膚溫度感應器，可以偵測到心率、血氧同埋皮膚溫度呢啲資訊，再提供運動啦以及係睡眠追蹤功能嘅。Galaxy Ring 咧闊7mm，厚2.6mm，重量大概咧2.3g啦，唔同 size 之間會有少少差異嘅。咁佢有啞色嘅黑色同埋銀色啦，同埋令面嘅金色選擇，全部都係鈦合金表面。戒指擁有10 ATM 嘅防水等級，基本上咧沖涼、洗手、游水戴住咧都唔怕噶啦。咁 Galaxy Ring 咧插滿電之後可以連續用足7日。咁插電盒本身亦都有內置電池可以幫戒指插電啦，咁支援 USB-C 同埋無線插電嘅。最抵讚嘅咧就係充電盒嘅設計啦，質感都好好啊，攞上手有少少似粉底盒，配得上呢個價位啦。跟住咧就係 Amazfit Helio Ring 成為1698，售價只係大概咧係 Galaxy Ring 嘅一半嘅啫，咁就擁有生物追蹤光學感應器啦、溫度感應器啦、EDA 壓力感應器啦，亦都可以偵測心率、血氧、壓力水平等等嘅，提供運動、睡眠同埋情緒壓力追蹤功能。咁 Helio Ring 咧闊8mm，厚2.6mm，重量咧大概咧一隻就係3.65g啦，淨係得一隻淡淡嘅金色選擇嘅啫，採用鈦合金表面，同樣都係有10 ATM 嘅防水等級，最長有4日嘅續航力，只有1個插電座，咁就唔可以好似 Galaxy Ring 咁樣咧，做埋呢個充電收納帶埋去出街嘅。跟住就係 MoMax One Sense 啦，我買咗999，咁就擁有 PPG 光學感應器、溫度感應器、3D 加速度器，仲有觸控感應器，可以偵測心率、血氧同皮膚溫度，提供運動啦同埋睡眠呢啲追蹤功能。咁 One Sense 咧就係闊8.5mm，厚2.4mm，重4.5g啦，得令面深灰色一個選擇嘅啫。咁就採用不鏽鋼表面，有 IP68嘅防塵防水。咁同上面嗰兩隻10 ATM 相比咧，日常防水問題不大嘅，但係游水就不太建議啦。咁 One Sense 咧最長有6日續航，就自帶叉電盒。咁作為 wearable 嘅裝置啦，佢哋嘅外觀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Galaxy Ring 咧唔太闊啦，中間仲有少少收窄嘅設計，都幾優雅㗎，亦都係3隻入面咧，我覺得最靚嘅。我個人咧就比較中意啞面嘅銀色同埋黑色啦。咁 Helio Ring 咧就稍為粗咗少少啦，咁淡金色其實都易襯簡單嘅。咁如果冇埋啲點點嘅話咧，會更加靚仔。而 One Sense 嘅不鏽鋼表面加埋黑色嗰個觸控區咧，質感同埋設計咧係比下去㗎啦。咁 Galaxy Ring 同 Helio Ring 咧都係有3個突出嚟嘅感應器，而 One Sense 咧就係得1個突出嚟嘅叉電位啦。其實戴到上手咧都唔會感覺到硬住啊，應該冇乜問題嘅。而因為咧 Galaxy Ring 同埋 Helio Ring 嘅外邊緣咧做得比較圓滑啊，戴上手咧合埋手指咧係會比 One Sense 舒服噶。咁重量咧對於佩戴感都冇咩太大影響。咁但係喺呢度咧想講多少少，如果大家咧係有舉鐵之類呢啲重訓咧，要用啲手握嘅運動嘅話咧，你記得戒指係會頂住噶。咁所以大家如果專做呢一種運動嘅話咧，就唔建議大家喺呢一種情況嗰度用啦。至於咧運動數據追蹤咧，呢1個月時間入面咧，我帶住佢哋行路做運動瞓覺咧，真係帶足全日試下佢哋喺各方面咧嘅數據追蹤嘅表現有啲咩唔同啦。咁今次咧我就揀咗 Apple Watch 啦做呢個對照嘅產品啦。Apple Watch 咧本身有 GPS 啦，但係咧3隻嘅 Smart Ring 咧都係冇嘅。Galaxy Ring 啦同埋 Helio Ring 咧就會跟手機嘅 GPS 啦，咁所以咧佢哋得出嚟嘅距離咧係一樣嘅。而 One Sense 咧就偏離得比較遠一啲啦。平均心率咧 Galaxy Ring 咧係最接近 Apple Watch 噶。咁步頻方面啦，除咗 One Sense 誇張地唔同之外咧 ，Galaxy Ring 同埋 Helio Ring 咧都係同 Apple Watch 接近噶。咁基本嘅運動檢測啦 ，Smart Ring 同埋 Smart Watch 嘅想象中嘅差距咧，都唔係真係咁大嘅。
之後咧就係我比較在意嘅睡眠偵測啊，咁點解咧？我等陣再詳細講。咁睇咗數據先，3隻 Smart Ring 咧，咁加埋 Apple Watch 咧，都冇話進入睡眠模式咁樣嘅嘢嘅。咁所以咧，所有數據咧都係靠佢哋本身咧去自動記錄嘅。咁呢部分嘅數據嘅差異咧就會比較大一啲啦。Galaxy Ring 同埋 Helio Ring 咧，分別咧就係睡眠時長同埋快速動眼期咧有超過20分鐘嘅差異嘅。Galaxy Ring 咧仲話我半夜起咗身25分鐘添。咁我可以確定咧，我嘅數據咧係我大概瞓咗7個半鐘頭，半夜醒過1次，然後好快瞓翻嘅。咁綜合嚟講咧 ，Helio Ring 係比較接近我嘅實際情況噶。咁 OneSense 嘅誤差咧就真係比較大一啲啦。咁呢部分咧都想講多少少 App 嘅部分啊。咁 Samsung 同埋 Amazfit 咧明顯係更加有心咧去做呢一個運動偵測啦。咁除咗啱啱講嘅心率距離咧，仲會顯示埋圈速啦、心率間距啦、波度啦之類嘅數據嘅。而 OneSense 咧就相對簡陋啲啦。喺睡眠偵測方面咧，亦都係有類似嘅情況嘅。咁 Samsung 咧喺呢個部分嘅數據咧就係最詳細嘅。簡單定位嘅話咧，就係 Samsung 咧係主攻 overall 嘅健康監測啦，而 Amazfit 咧就係主攻運動愛好者。咁 Smart Ring 其實到底適合邊啲人，又唔適合邊啲人呢？試咗一個月之後呢，我自己就覺得最適合呢係想跟進全天候身體數據嘅人。智能手錶唔係唔好，但係咧佢哋好大嘅共通點呢，就係續航力咧係唔夠長㗎，基本上你係要一日一叉電㗎。咁如果你做運動或者係瞓覺撞正唔夠電呢，就錯失咗呢段時間嘅數據㗎啦。咁但係咧智能戒指咧，今次試啲3隻入面咧最短啊都有4日續航力，咁中間咧間唔中叉下電咧，你就可以永續咁樣記錄噶啦。咁而延伸落去咧，就係對於瞓覺環境好敏感嘅人啊，智能手錶異物感咧係一定比較重噶啦。我就算戴比較薄嘅 Apple Watch Series 10咧，我瞓覺都係覺得唔太舒服嘅。咁智能戒指就真係可以近乎忘記佢嘅存在啦，舒舒服服咁樣點樣碌啊，隻手點樣放咧都冇乜問題。最後就係中意玩錶嘅人士啦，好多人咧都鍾情機械錶嘅精緻啦，又或者玩復古錶當裝飾啦，咁就冇理由2隻手各戴一隻錶噶嘛。咁如果加埋戒指咧，就可以滿足晒你2個願望啦。最後呢3隻嘅 Smart Ring 咧，又應該要點揀呢？首先咧都係要分你係 iPhone 啦定係 Android 用家啦。因為 Galaxy Ring 咧只係可以用喺 Samsung 啦或者係 Android 嘅電話連接，而當你係用 Samsung 嘅話咧，仲可以解鎖埋 Galaxy Ring 嘅遙控拍攝啦同埋關閉鬧鐘嘅功能嘅。平心而論 ，Galaxy Ring 3298嘅定價咧已經係貴過自己買嗰個 Galaxy Watch 噶啦，即係咧大家係用更加貴嘅價錢去犧牲部分功能，而換取更加好嘅佩戴舒適感。咁相比之下咧，偵測準確度嘅功能咧都係同 Galaxy Ring 相近嘅 Helio Ring 咧1698嘅價格咧就比較容易接受啦，再加上咧佢係可以支援 iOS 啦同埋 Android 咧2個平台，咁大家咧如果真係想玩下 Smart Ring 嘅話咧 ，Helio Ring 係比較容易入口啲嘅選擇。咁至於最平嘅 OneSense 啦，功能上啦同埋記錄到嘅數據咧都係相對比較有限，運動偵測定係睡眠偵測咧都係有比較大嘅誤差，我自己就唔太建議啦。咁用過晒唔同價位嘅智能戒指咧，我第一個感覺就係仲可以更加好，亦都有更加多功能可以試下加入去。例如我覺得咧最大嘅購買動力咧就係睡眠偵測咧缺少咗呢一個睡眠窒息呢個重要嘅功能啊。咁日常使用嘅話咧，如果只要加埋有支付功能嘅話咧，就真係即刻我就當場俾錢買落去噶啦。大家咧而家係咪已經咧係一個智能戒指嘅用家咧？無論係買咗定係觀望緊咧，都歡迎留言一齊討論一下。今次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中意嘅話咧就記得留言 like comment share， 記得 share 埋俾朋友睇。咁仲有我嘅 Instagram， 如果下次有新片咧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噶啦。我哋下次再見。